上集咧講到去旅行也不要偷懶，咁同學仔咧就去咗韓國旅行，琳琳啊，咁咧佢就冇偷懶，但係因為佢唔偷懶咧，搞到我都要勤力啲出片。咁呢個咧係第2集嘅去旅行也不要偷懶啦。我咧今日就會用呢個小工具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去到旅行幾忙嘅行程都好咧，抽6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練到你嘅全身啦，同埋練到你嘅手臂啦。好，咁我哋即刻去片啦。首先你揾翻條繩嘅中間位啦，盤骨對落咧係你嘅腳踭，膝頭以下唔喐，跟住咧做一個寬屈嘅動作。咁你隻手咧而家咧有少少向外轉，即係手指公咧向外打開少少得啦。你咧就將隻手向後拎起一下，翻落嚟，2、3。咁呢個動作咧，你就感覺下你嘅拜拜肉嘅位啦，或者係近住背脊兩側嘅位收縮用力嘅。但係背脊中間啦，同埋呢個上斜方咧，係盡量放鬆嘅。8，眼睛直望向斜前方啊，唔好耷低頭，亦都唔使昂高個頭嘅。9，你一直感覺到呢個頭同埋個尾椎係一條直線。上到最高點咧，停一停，感受下個拉伸。10、11、12。第2個動作咧，都係啦，揾翻條繩嘅中間位啦，跟住咧踏前一步，做一個弓步。咁你弓步咧，膝頭對落咧係腳踭，都係啦。你想象個身體同埋個尾椎咧係垂直嘅，唔好傾前啦，都唔使拗腰，係垂直就可以啦。腳踭咧，用力好似着對好高嘅高踭鞋，腳踭指向天空度啊！嗱，可以難度想高啲咧，就將個人坐低啲；難度唔想咁背住咧，就坐高啲。好，咁擺好之後咧，好簡單，將隻手都係45度斜前出去啦。你嘅前腳個屁股咧有少少旋後嘅，跟住後腳咧，想將你嘅後腳個大髀正面咧俾到人睇到嘅。1，拎起隻手啦，放鬆個膊頭。2。咁睇翻你條帶喎，譬如呢條帶對我嚟講咧，好似輕咗啲啲，我就可以捉短啲啦。3、4、5、6，大概咧個拳頭喺個胳肋底嘅位置就可以停低啦。9、10、11、12，做完右腳啦，我哋就要做左腳啦。打好個坐姿啦，記得呢將後邊嘅腳個大髀咧，想擺翻去12點方向嘅，前腳90度，擺好之後咧，手臂喺身體嘅45度。而家背脊咧係延長又舒服嘅，跟住咧靠，你覺得咧好似你個。有人咧用手咧捏住你個三頭肌，即係南瓜肌。佢一捏實你個三頭肌嗰陣咧，你隻手就升起咯。係啦，講講下已經5啦，可以嘅話咧就坐低啲啲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第3個動作咧，我哋將條繩對接啦。今次咧將個手柄撳喺地下嗰度，咁做一個4足跪姿嘅動作。膊頭對落係手腕，盤骨對落係膝頭啦。留意啦，而家咧我係左手咧撳住個手柄嗰度嘅，咁所以咧我亦都係將個左腳褪出去。褪出去嘅時候咧，個人咧係冇喐過嘅，咁樣褪，即係唔好咁樣褪，又唔好咁樣褪。OK。水平，盤骨兩邊坐骨水平，伸隻腳出去。好啦，咁呢條繩咧，你可以由近手腕嗰度開始捉條帶啦，捉到邊咧？你開始feel到咧，條帶有啲張力，你個膊頭咧要用啲力撳一撳條繩，咁就啱啦。然後咧，啟動下我哋個膊頭先啊！一陣間咧，我哋好簡單，淨係諗向後批踭，向後批踭就得啦。如果咧開始扯到個人歪嚟歪清咧，你寧願較鬆啲條帶，只要覺得咧有條繩有張力，同你有抗衡，你又有向後批踭就得啦。好，開始1、2、
3，咁你見到我隻手咧又唔使夾到好近個身體，但係又冇掉咗開嚟喎。6、7、8，而家手喐，但係其他身體部分咧係會要穩定住佢，其實都係用緊力嘅。9、10、11，去到最高點咧可以停一停，感受下個拉伸。其實係13啦，偷偷做到咗下。然後咧，我哋就轉邊啦。嗱，你依個角度咧，應該睇到多啲，隻手唔係咁樣，又唔係咁樣喎，啱啱好45度，其實係舒服啦，舒服自然，唔使攞把尺去度嘅，用你個心去度。拉好，跟住向後開踭。2，留意下咧，我個膊頭同埋耳仔咧個距離係盡量拉到好遠好遠嘅，盡量保持距離。5啦，6，右邊嘅膊頭即係支撐手個膊頭都係喎，唔好塌咗落嚟喎。8，去到最高點咧，停留一陣。10、11、12，好。咁咧係咪好輕鬆咧？咁呢個手為主題嘅練習啦，其實成身咧你都會覺得 warm up 晒噶啦。咁 warm up 完之後咧，我哋可以鬆下去啦。好啦，好開心啊！即係去旅行都有為自己而努力。咁一陣間 shopping 咧就會好有力去拎你嘅戰利品啦。嘅教學社群肌力覺醒已經上線，立即登入一齊開展無痛生活。